回来了，我终于重掌罗家了。这条复仇之路，我还差最后一步。杨善必须惩恶，我一定会让罗雪儿付出代价，让她认罪伏法，给罗爱莲洗清罪名，也会将罗家酒业发扬光大。至于双双，我是她的长姐，也会让她的余生步入正轨，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。小姐，小姐，少主已经在家里备好了庆功宴，咱们还是快点回去吧。对了，罗双双在外庄怎么样？已按照您的吩咐妥善照顾，也无人禁锢于她。谁知道她居然自己跑了？跑了？想是不信任咱们吧？她在外面没有生存能力，还是把她找回来吧。我答应过周氏，要好好善待她，就不能食言。另外，调查一下20年前临县的萧家酒庄，我要知道这酒庄所有的事情，以及萧家落败的所有始末，还有萧家跟罗雪儿的关系。再去调查一下罗家跟杜家配冥婚的事情，这2件事情要暗中调查，越仔细越好。是，小姐。我是罗府的3小姐，只要您能够把我娘救出来，这金钗就是您的了。就这点儿？我如今只有这么多了，但是我娘有钱，只要您能让我见到她，她一定会想办法弄到钱的。这周氏是要饭，这枚金钗最多当点打点费，你至少再拿出50两，我再放你进去。50两啊？可我现在只有这么多了，我连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，都能去找50两。哎呀，你就抓紧时间想办法吧，若人到时候一刀斩了，你想后悔都来不及。娘，咱家外庄现在都被沈南青给收了，他不怀好心，女儿现在无路可去，到底该怎么办啊？今天不光是丹青接管了甘露堂的日子，同时也是她的生辰，如此双喜临门，我在此替大家敬大小姐一杯。恭喜你得偿所愿，希望你以后也能一切顺遂。谢谢哥，也祝哥笑口常开。来，都把杯子举起来，敬大小姐一杯。我们大家一起。祝大小姐容颜不改，平安喜乐。多谢。今天是丹青的生辰，你想他了是吗？有什么想对妹妹说的话，就对我说吧。好，丹青，今天是你的生辰。哥哥很想你，哥哥向你保证，一定会亲手手刃那个害你的凶手。若做不到，就让我承受那爆火窝心、摧心剖肝的痛苦。怎么能这样说呢？若丹青知道你过得不开心，也一定会抱恨黄泉，死不瞑目。你不是他，你不懂。对，我不是他，
但是我和他一样关心你。看到自己在意的人深受痛苦，宁愿自己去替他受苦。我刚刚祝你笑口常开，这不只是我的愿望，也是替你妹妹许的愿望。你跟我说，在你身边，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做自己。我也希望你可以活得自在无忧。好，仇要报，我也要活得坦荡自在。为了丹青，也为了你，我会替你妹妹好好照顾你的，让你在我身边的时候都笑口常开。少主，少主，找到了！百事通暗器上面的毒，所用解药是杏甘草。这味药极其珍贵难得，聊城也没几家商铺有卖。好，通知镖师们去查昨天到现在谁卖了杏甘草，然后传信给徐承房。我们一会儿去将军府会合。好。当年毒害丹青的凶手马上要浮出水面了，详细的我们在路上聊。百事通所中的毒，的确是血檀花之毒，所以杀害百事通的人，也应该就是当时劫取镖物、毒害丹青的凶手。而这个人，就藏在购买解药杏甘草的人之中。所以我们只能等待妙神医和镖师们调查的名单，这样就能锁定凶手。将军，这个是买药的名单，其中有个姓萧的最为可疑。应该是妙神医他们找到了杏甘草的买家。萧薇，怎么是他？虽然是宗伟的手下，难道他是凶手？以萧薇的身手，还杀不了百事通。萧薇、宗伟、怡亲王，这么说来，一切就通了。他是在给宗伟去买解药。百事通根据谁同时会用华春散跟血檀花作为线索，找到了宗伟就是当年的凶手。刚想给我们通知，就被宗伟灭口了，而宗伟也因此受了伤，所以派下属去买解药。没想到，毒害我妹妹的凶手居然是宗伟，我绝饶不了他。虽然这动手的是宗伟，但是幕后指使一定是怡亲王。当时沈家镖局押镖的消息，除了圣上之外，只有怡亲王和阁老等几个近臣才知道。若是没有怡亲王的支持，宗伟是不可能提前得到消息的，也不可能计划得如此天衣无缝。我原本以为怡亲王这次来聊城是与我个人作对，还真是没想到，他贼喊捉贼，找到机会来销毁证据，掩盖当年杀人抢夺的事实。照此推算，怡亲王当年是派宗伟毒害我妹妹，引开了我，再悄悄去偷藏宝图，然后放出假消息给山匪去劫道，来混淆视听背锅。没错，那女山匪得到了消息去抢镖箱，回到老巢之后，发现这箱内空空如也。他们不知道这是怡亲王和宗伟的诡计，还误会是你们沈家监守自盗。好一个一箭双雕，这主仆二人真是够恶毒的。所以现下的当务之急，我们要想办法引宗伟出来。既然他发射淬毒的银针需要特殊的发射器，那咱们就来个人赃并获。可百事通现在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，要引他出来又谈何容易？王爷，伤怎么样了？多谢王爷关心，属下已经找到解药，也无大碍。这次是小的失职，低估了百事通，竟着了他的道。若不是你发现沈自山和百事通有接触，尽早的结果了他，不然他已经将查到的证据和线索交给了徐承风他们。这件事你做的不够干净漂亮，但也算有功。
本王在你盗走藏宝图后，故意引诱女山匪他们去抢镖，让他们当了替死鬼，到现在本王都完全置身事外。所以，解密藏宝图之前，不要再有任何的纰漏。是，王爷。子胜，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一试。绿竹。其实宗伟并不知道，绿竹每次发出的飞鸽传书，我都有拦截查看过。你的意思是，要用假消息来引蛇出洞？没错，我可以以绿竹的口吻来告诉宗伟，百事通在善堂匾额的后面留有一封密信，上面写着指向宗伟他们的证据。到时候我们就射他个天罗地网，不怕抓不到他。绿竹姑娘，你找我？天昊将军，我见你的护手坏了，便帮你缝了一下，你试试。这是……我小时候不爱穿带补丁的衣服，家里穷，没有钱做新衣服，我娘就会在补丁的地方做上好看的模样，这样我就爱穿了。你手真巧啊，我就只会胡乱缝个补丁。天昊小将军，咱们来日方长，以后我慢慢教你。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还差2针，我再缝一下。绿竹提到的密信是，难道那白石头死前还留了后手？不好，此事若不能彻底了解，当年偷渡之事定会再陷进波澜。少主，少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大小姐在家中中毒了，生死未卜。什么？大小姐怎么？田镖师，你确认好这个镖物，继续赶路押镖。等我确认完丹青的安全之后，快马加鞭足以赶上你们的进度。但千万记住，不能打开那个盒子。镖主不愿意让别人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，记住了。是。少主小心！这。当年王爷的计划如此完美，绝不能因为我的疏忽被抓了把柄。小魏，找2名身手好的死士，有大事要办。是。
人就是毒害我妹妹的凶手。小心！我来动凶毒。这上面客人的姓氏跟族讳，只要我查验到银针上的毒药为血檀花，就是证据确凿。你跟怡亲王一个都跑不了。哥，子珊，哥，子珊，哥，哥。妙神医，哥哥怎么样？凭借我一身医术，也只能撑到1日。1日？只有1日？他跟当年丹青中的毒是一样的。好在方才我用银针封住了他的周身大穴，防止毒血攻心，又用安神香吊命，勉强能撑到天明。若天亮之前得不到解药，恐怕凶多吉少啊！那我跟他换血吗？丹青中毒的时候，哥哥也跟他换血了，续了半年的性命。唉，你不行，你别忘了，你和他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。我去外面看看，药可能见好了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徐将军，丹青，你和资山罢了。大小姐，既然徐将军已经听到了，不妨就如实相告吧。徐将军有所不知，沈小姐是当年沈老爷收养的义女。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，只是爹怕我受委屈，所以就没有公开说。是我唐突了。方才我们追上宗伟，所以想着赶回沈家来商量一下对策，但不曾想打扰了你和神医的谈话。将军也不是外人，何来打扰？只是我们在想办法给哥哥找解药。哥哥还剩不到1日的时间。不到1日？那当初丹青中毒是如何医治的？当年是少主找到了神龙草为丹青解的毒，可是这神龙草可遇不可求啊！我再去想想办法。丹青，先别着急。这绿竹是怡亲王的人，我已经让天昊前去稳住他了。我们现在过去，多少能问出些线索来。
背叛王爷。我没有背叛王爷。传递假消息，引我入瓮。要不是今天我射伤了沈子山，早就被他们擒住了，还说没有背叛。我没有。绿竹，绿竹，绿竹，你撑住！来人啊！是宗伟，没错，我去帮你止血。挺住！不用了，刀上有毒，我活不成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天昊小将军，不用自责。我知道沈少主中了毒，怡亲王在西寺大街有个药铺，专门给宗伟配毒配药的。你们可以去那里找解药，快去！快去吧，天昊，照顾好他。走。绿竹，天昊小将军，以后没有人烦你了。我在怡亲王那里5年，每天都过得如履薄冰，光是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现在我终于解脱了。你是为了让你娘平安的活着，才不敢违背怡亲王。你天性善良，不愿害我们。难为你了。从前的来日方长，但是一切有世事无常。我知道，再也见不到我娘了。天昊小将军，保重。绿洲，你总说来日方长，便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恢复自由时。现在，你自由了，你自由。梦醒来看一回。这儿这么多药材，哪个才是解药啊？怡亲王把这个地方包下来，就是为了让宗伟在这儿配毒和配解药的。这些柜子上应该会有一些特殊的标识，咱们分开找找吧。丹青，我就有线索。其他柜子上都贴着标签，唯独这个柜子上做着特殊的标记，说明毒药或者解药就在里面。
果然，刺伤哥哥的就是这个阴沉，变黑的就是有毒，没变的就是解药。没错。小心！为什么？没事。都怪我，太心急了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怡亲王跟宗伟诡计多端。你受伤了？皮外伤，不打紧。我先给你止血。被吓到了吧？怎么会呢？这些伤疤都是你的功绩。功绩？证明你在战场上是个勇往无前的英雄。要撒止血粉了，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。好。4个5天，还有1个时辰，天就亮。哥哥还危在旦夕，我又害你受伤。我们还有时间，一定会找到办法的。对不起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就一定会有办法。属下怕绿洲会泄露解药的秘密，未及向王爷汇报，便擅自将他灭口。是属下无能，最后还没有把匈奴给抢回来，请王爷治罪。你跟了本王多久了？宗伟打击时起，就在王爷身边，在您身边18年了。18年。你是在本王身边最久的人，也可以说是最了解我的人，所以你应该清楚，本王身边从不留没用的下人。王爷，宗伟的命是您给的。我父母本是他们各自门派的寄托，又是宗家被门派报复，最后全家家破人亡，只剩我一人流浪街头。是王爷您救了我回来，给我吃穿，教我武艺，让我学习读书，知晓礼仪。宗伟的命是您给的，您随时都可以拿走。宗伟之恨，不能再为王爷效劳了。慢着！刀给我。能让王爷亲自动手，是宗伟的福气。
本王身边的确不留没用的下人，可你对我而言，并非下人。我对你要求严格，也是因为期待甚高。你的命先寄存在本王这里，日后用新的功绩来换。希望你不要让本王失望。多谢王爷开恩，尊为感激涕零，定有肝脑涂地，为王爷效劳。起来吧。王爷，秀弩是正午，我现在就去找徐成风他们。不用着急，徐成风他们自然会乖乖的带着秀弩和所有证据回来找我。王爷，徐将军和沈小姐求见。让他们去前厅候着。是。我二人前来的目的，想必王爷应该是心知肚明。那不如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做笔交易吧。王爷你，便是劫镖藏宝图一案真正的幕后黑手。你先是对丹青下毒，然后让自山不得不离开送镖队伍，随后将这宝图从河中盗走，再引山匪抢黄镖来混淆视听。现如今，王爷又假意查案来贼喊捉贼，还真是难为王爷了，筹谋得如此周密。这秀弩便是证据，不过我愿将这证据来换取解药，救自山一命。将军此言差矣。本王与将军一样，都是来此地为圣上办事。你既开口求我，本应慷慨相助。奈何这解药无比贵重，将军只想用这个来换解药，还远远不够啊。你想如何？我想如何？你们俩好像现在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，自然是我想如何就如何呀。我要你把迄今为止关于藏宝图的所有线索都交出来，毕竟你也用不着了。好，那就如你所愿。至今为止，跟藏宝图一案所有的线索，都在将军府书房那个带锁的柜子里。王爷，东西都在这儿，没有我们想要的线索。查了这么久，就查了这些，看来将军也不过如此。王爷位高权重，觊觎这藏宝图，无非就是想独吞这宝图背后的铁矿宝藏，来扩大自己的势力。如今圣上宅心仁厚，你又何必如此？手足情深，不如手握钱权。若非必要，本王不会动他的江山，但他也休想掣肘于我。王爷煞费苦心，怕是最终会作茧自缚。你还是先操心操心自己吧，毕竟现在连半分证据都没了，对吗？解药。希望这次的事让你长点记性，就是你永远都斗不过本王。王爷做过的事，我徐成风一件都不会忘。我们走。
感情。程峰，妙神爷，子珊如何呀？手脚能动吗？你看，我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赶紧去向凶手绳之以法。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手突然变得这么冰？妙神医，这……大小姐莫慌。吃这解药有什么问题吗？解药倒是真的，但却只给了一半，勉强能吊住性命，人却无法正常行动。若1天之内得不到另一半解药，他下半辈子就只能这样了。担心，大小姐，神医，你照顾好自身。守护着你。